你有冇試過明明只係一幕戲、一句閒話，甚至只係一個好淡好淡嘅回憶，你啲眼淚就已經行先過你嘅理智。由細到大，你聽得最多嘅可能係點解你咁玻璃心？唔好咁敏感啦，堅強啲得唔得？喺呢個崇尚冷靜同理智嘅世界，你慢慢學識咗去忍、去收埋、去偽裝，甚至你會為咗自己嘅眼淚同人哋道歉。但如果我話你聽，其實眼淚係靈魂喺度嘗試同你對話。問題從來唔係因為你太容易喊，而係你呢份柔軟一直都被人誤解。今集我哋試下唔好用病或者藥去睇眼淚，我哋一齊去聽下呢種被標籤做情緒化嘅特質背後其實隱藏住一種點樣嘅力量。心理學有一個 term 叫做高敏感族群 （highly sensitive person）。根據心理學家 Elaine Aron 嘅研究，全世界大約有15%至20%嘅人天生就擁有呢種特質。但我唔中意敏感呢個名，聽落好似好弱、好易碎、好麻煩。如果可以，我會叫你做超感知者。你唔係弱，你只係接收得比人哋多。想象下，如果普通人用 720p 嚟睇呢個世界，你嘅視覺係 8K。你唔單止睇到畫面，你仲睇到空氣中微細嘅塵埃，睇到對方嘴角嗰0.1毫米嘅抽動。人哋聽緊一段旋律，你係聽緊成個靈魂嘅震動。呢種 8K 嘅感知力，令你擁有超乎常人嘅共情能力。Empathy， 人哋痛，你會跟住痛；人哋開心，你嘅內心會湧起一股莫名嘅熱浪。但係 8K 嘅代價係極大嘅數據量。當你每日都要處理比人哋多幾倍甚至幾十倍嘅情緒資訊，你套系統遲早會出現緩衝中 buffering 嘅狀態。呢個時候，你啲眼淚其實就係你呢套精密系統入面嘅一個泄壓閥。當啲情緒資訊多到塞住咗，處理唔到嘅時候，眼淚就係幫你將嗰啲 overloaded 嘅數據轉化成液體排翻出嚟。所以下次你忍唔住喊嘅時候，試下唔好怪自己點解咁廢，話俾自己聽，我嘅系統仲運作得好好，我只係需要一啲時間去處理呢個世界俾我嘅咁豐富嘅資訊。好多人會同你講，諗開啲啦，唔好諗咁多，但係佢哋唔明白，其實你個腦天生就同人哋唔一樣。呢種容易喊嘅背後，其實有住一套極之精密嘅生理邏輯。科學研究已經證實咗呢一點。2014年有一項 fMRI 研究發現，當高敏感人士見到一啲帶有強烈情感嘅影像時，大腦入面有2個區域會特別發光。第一係島葉 insula， 呢度係大腦嘅意識整合中心。當其他人仲喺度感受緊表面嘅時候，你個島葉已經將嗰種情緒深深咁烙印喺你嘅意識入面。第二係前扣帶皮層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呢度負責處理同理心。因為呢個區域嘅活躍度高，所以你嘅共情能力唔係一種選擇，而係一種直覺。你唔係想諗得多，而係你個腦根本停唔到咁去感應呢個世界。換句話講，你唔係多愁善感，更加唔係情緒化，你只係擁有一套比普通人更加敏銳、更加誠實嘅神經系統。當其他人仲喺度用緊基本配備去生存，你係用緊一套極致感官去生活。所以點解你容易喊？因為你對呢個世界嘅痛楚同溫柔都比任何人體會得更深更真。理解咗大腦嘅硬件之後，我想同你一齊睇下你呢套系統入面到底運行緊邊3個比起人哋更高級嘅運算機制。第一個機制，低潛抑制 （Low Latent Inhibition）。普通人嘅大腦好似有個自動過濾器，會幫佢哋隔走90%嘅雜訊，但你唔會，你嘅世界係冇過濾嘅。你會留意到空氣中嗰種凝固咗嘅壓力，你會聽得出對方語氣入面嗰份連佢自己都未察覺到嘅不耐煩，甚至係一句普通說話背後嗰種欲言又止嘅委屈。所以你唔係無端端情緒化，你只係接收到一啲其他人自動忽略咗嘅微弱信號。第二個機制，鏡像神經元 Mirror Neurons 嘅共振。當身邊嘅人傷心，普通人只係知道對方唔開心，但對你嚟講呢種感受係會傳染嘅。因為你腦入面嘅鏡像神經元太過活躍，你會不由自主咁去模擬對方嘅情緒。睇戲嘅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就係嗰個主角；見到新聞入面嘅苦難，你會有一種切膚之痛。呢啲唔係誇張，亦唔係扮嘢，係你個腦真係幫你感受緊對方嘅靈魂。第三個機制，深度處理 （Depth of Processing）。你有冇試過一件事明明過咗好耐，但你喺某個深夜突然諗翻起，然後就忍唔住眼濕濕？心理學叫呢個做深層語義處理。你個腦唔識得就咁算，佢會瘋狂連結你過去嘅所有經驗，
反覆推演每一句說話背後嘅動機，甚至預測緊未來可能會發生嘅連鎖反應。所以你唔係 overthink，你只係對生命入面嘅每一個細節都做緊一場最極致、最嚴謹嘅深度運算。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點解我要生得咁辛苦？點解我要承受咁多？其實如果敏感真係一個致命嘅缺點，喺漫長嘅人類進化史入面，物競天擇，一早已經淘汰咗你，但係你依然存在。因為人類社會嘅生存，從來都需要兩種唔同嘅靈魂，一種人負責衝、負責搏、負責無所畏懼咁去冒險，而另一種人就係感受、觀察同埋預警，而你正正就係後者。你有一種天生嘅本能，可以察覺到啲普通人完全忽略咗嘅細節。你會發現氣氛變咗，你會感覺到人心開始唔對路，甚至喺危險仲未發生之前，你已經捕捉到空氣中嗰份不安嘅跡象。所以唔好再話自己太敏感，你唔係壞咗，你只係一個生而為人嘅高端雷達。你嘅存在係為咗幫呢個粗心大意嘅世界留住最後一份清醒同溫柔。但問題係，我哋而家生存緊嘅呢個世界，實在係太快、太嘈，充斥住太多無謂嘅刺激。無論你係喺紐約、倫敦定係東京，由踏入地鐵嗰一刻嘅喧鬧、排山倒海嘅工作壓力，到手機入面永無止境嘅信息爆炸，對其他人嚟講呢啲可能只係所謂嘅日常，但對你嚟講呢啲全部都係極高濃度嘅數據衝擊。當你無時無刻都要處理緊人哋幾倍嘅感官資訊時，你套系統好自然就會出現 overload， 所以你會想靜，你會想一個人匿埋，你想避開所有嘅人群，身邊嘅人可能會覺得你好怪，唔合群，甚至覺得你自閉。但其實真相係唔係因為你有問題，而係因為你呢套 8K 系統嘅運作成本太高，你嘅內存容量已經爆咗 RAM， 你嘅退縮其實係一種最直覺、最勇敢嘅自我保護機制。所以唔好再因為自己嘅敏感而覺得自卑。心理學入面有一個好出名嘅比喻，將人分為兩種，大部分人係蒲公英，或者我哋叫野草，佢哋嘅生命力好頑強，無論喺邊度咩環境，隨便都可以生存到。呢種係一種本事，但你唔係，你係一朵蘭花。蘭花好揀環境，如果環境差，氣候唔啱，你會生存得好辛苦，甚至會枯萎得好快。但只要環境啱，溫度啱，蘭花開出嚟嗰種層次同美感，係會比任何花都更加驚豔，更加動人。而家個世界最大嘅問題係，好多蘭花一世都喺度逼自己做一棵野草。你努力去學人哋咁鈍，學人哋咁強硬，學人哋咁唔痛，但其實你根本就唔係。你點樣努力都唔會變到好似野草咁粗生，因為你嘅基因、你嘅靈魂天生就係追求緊一種更細緻、更深層次嘅生活方式。既然你天生就係一朵蘭花，你最唔需要做嘅就係逼自己變得堅強，因為所謂嘅堅強好多時只係一種對感官嘅麻木。你真正需要做嘅係學識點樣去守護你呢份珍貴嘅特質。第一係選擇環境，唔好再逼自己留喺嗰啲令你窒息、令你枯萎嘅地方。你要尋找到嗰片屬於你嘅土壤，尋找到嗰班聽得明你心跳聲嘅人。第二係保護能量，你要知道你嘅感官係會消耗、會攰嘅。當你覺得爆 RAM 嘅時候，就大大方方咁行開，俾自己一個安靜嘅空間去重啟。第三係接受自己嘅節奏。人哋行得快唔代表你就要跟住跑，你有你細味呢個世界嘅步調，呢種緩慢先至係你睇到 8K 畫面嘅原因。而最重要嗰一點，唔好再為自己嘅眼淚而道歉。眼淚唔係錯誤，亦唔係失敗，佢係你對生命最誠實、最深情嘅一種回響。由今日開始，試下唔好再用喊包去定義自己，而係話俾自己聽，我係一個對呢個世界有感應、有溫度嘅人。最後，如果你發覺自己真係我所講嘅呢種超感知者，你可能仲會留意到自己身上有一個好奇怪嘅特點。喺呢個每個人都急住要表達、急住要放閃、急住要被睇見嘅時代，你反而會選擇消失。你會靜靜咁睇，但你唔會隨便 post。你會喺心入面觀察咗10000次，但你未必會講出口。喺其他人眼中，你可能好似消失咗，甚至係有一種同世界脫節嘅疏離感。但我想同你講，呢種沉默其實背後有一套更深層次嘅心理邏輯。當你接收嘅資訊係 8K， 當你對情感嘅體會係咁深刻嘅時候，有時簡單嘅文字同埋圖像根本就承載唔到你內心嗰份重量。所以你嘅唔出聲，未必係因為你冇嘢想講，
而係因為你對呢個世界有一種更高級、更嚴謹嘅溫柔。如果你今日聽完呢段說話，覺得心入面有一份久違嘅釋懷，請你話俾我聽，你係邊一種蘭花？我哋下一集見。